TL 控股集团公司愿景是根据老挝政府的发展战略，使老挝从陆锁国变成为陆联国。集团公司通过下属公司在各个领域开展各种业务，其中互联互通项目之一就是万象物流园，是一个具有战略投资优势位置，可满足各行业需求的项目。万象物流园为全球投资者提供各领域的土地规划，总面积达327公顷，分为检验检疫认证区21公顷，储罐区8公顷，出口加工区118.39公顷，普通与冷链仓库51公顷，自贸区62.8公顷。这项目位于区域贸易战略点，成为全球投资者的重要投资目的地。无论是进行产品包装、农产品交易、药业生产或物流业务，万象物流园将成为最适合投资者拓展业务的地区。万象物流园的优势是基础设施完善，并有各种激励政策，得到老挝政府的全力支持。税收优惠，根据投资行业可享受8至16年的企业所得税减免，增值税政策为正常征收率50%，投资者拥有100%土地使用权，园区内成产用的原材料或半成品进出口关税为0%，可享受老挝原产地证明优惠。境内与周围国家具备大量知识劳力和体力劳力，支持多种进出口模式，一站式服务，安全保障，资金融资。万象物流园优质条件不只是这些，园区还有个优质条件将方便原材料和半成品进出口，那就是塔纳棱国际货运口岸。其作为东盟与中国和欧洲链接的重要枢纽站，将跨洲运输距离大大缩短，从而极大降低物流成本。塔纳棱陆港是万象物流园项目主要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为承接老挝政府将老挝转变为陆联国的战略。此外，塔纳棱陆港的发展目标是改善口岸基础设施、设备和数据化管理，变为实现国际服务标准。塔纳棱国际陆港的开发占地88公顷，可支持集装箱的堆放14800 TEUs， 仓储面积20800平方米，支持货车装卸货物，一天可接纳1627辆卡车。室外存储面积11000平方米，停车场33公顷。国际关口每小时可接纳110辆卡车，或一天1650辆卡车，工作时间从早上6点至晚上10点。塔纳棱国际货运口岸分别由2个单位分别管制，国际边境口岸委对塔纳棱国际货运口岸进行管理，这包括边防警察、安全警察、海关、动植物病害检疫部门、质量检查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入驻塔纳棱国际货运口岸。各部门按照政府指定与交办的任务，执行各自的业务责任。塔纳棱国际陆港的管理是负责收集货运数据信息并核实服务，监管陆港车辆进出，给予客户企业提供货运战场相关服务。使用现代化软件、硬件设施数据化管理与规划，为高效率与国际化管理，数据将快速传输至海关、边境、塔纳棱陆港仓管、设备调度中心等管理系统进行处理。
塔纳棱路港的另一个优势条件是可通过老泰铁路和老中铁路的进行铁路国际运输，可将货物运往东盟、中国和欧洲。货物从老挝首都万象到昆明仅需14个小时，从昆明到欧洲仅需14天。我们还与中国、印度、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世界其他国家合资企业